然后重点是他到最后就是说 Thank you Jolin 这样，Jolin， 我就说你这样他会生气。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一幕，快乐不改变的伤，不要让灵再短暂很好。以前要的不是这种一幕，感到悲伤或变化，爱情就磨成了寂寞。对，今天就是有一些歌没有唱，就是想要等到，我可以直接讲的吗？就是希望在演唱会可以跟大家。不会，因为现在有官网嘛，那更容易去可以预购，然后就比较不会怕说会漏资料什么，就不用再去现场有黄牛啊什么的。被空姐认出来是你通常搭飞机，大部分都会。哎，这个我可以讲吗？大部分都有认出来，但不是有一个有几次啊就是比较有趣，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坐国泰他们的空姐，然后连就是座舱长都过来跟我打招呼。那天就是油头垢面的，就是真的很邋遢，因为要去下一个城市，所以就很赶。然后他们就过来说嗨，好喜欢你哦，就一直这样，就是跟你讲话，然后很热情，说你要喝什么？喝水吗？还要温一点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个温度可以吗？然后都很热情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下飞机的时候，他就说你真的好棒哦，我好喜欢你煮菜哦。我就说然后重点是他到最后就是说 Thank you Jolin 这样，Jolin， 我就说你这样他会生气。我说你应该这样他会生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那个座舱长，好像是听其他的空姐讲，但是他没有注意听是阿令，但是他又想要跟我有互动，然后就说我看你煮菜，Jolin这样子。你有当场回他说？有啊，我就说我不是，他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还说你客气。对。他如果现场问你，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你拍得出来？我拍不出来。